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春天，春天歹斗阵，念伊好，念伊笑，欢喜的时，温柔轻声甲咱叫，叫咱对伊跳舞，对伊去演唱。用伊烧落的情，画一幅上水的色水，开出美丽的花蕊。收起的时，配面歹声扫，毋是透风，就是落大雨。一个无注意，害阮伤风流鼻水。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75集，欣赏的是台南的刘惠阳老师所带来《春天》。说入去，咱邀请惠阳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咧写《春天》这首诗的时阵，是真正跟气候有关系。因为我这是过敏体质。我若到即个春天的时阵吼，我的鼻就甲我讲春天到啊，因为我就会咳嗽，啊，佮会流鼻水，啊，上介重要，因为我若过敏的时阵，我的目睭、迄个目眶会像迄乌脸，啊，来个上重要的就是，迄目睭拢不管是人拢讲哦，慧荣老师你的眼睛很漂亮，你的目睭拢安尼闪闪发亮，安尼水，迄是流目油啦，迄毋是真正我目睭安尼水安尼闪闪发亮，迄就是因为过敏。因为冬天要转过春天的时阵，迄个季节伫咧转换的时阵，咱人就是咧调适，在调试的时候，毋过春天就是安那，伊的气候念伊好念伊歹啊，拄食的时阵，安尼日头安尼开甲炎刺刺，足好啊，有可能你挖一个身闪一个身尔，伊就安尼擦大雨就落来啊，所以即个时阵就是足枵迄个感冒。毋较有人讲春天若爱水都毋惊流鼻水。有当时咱做囡仔人穿较水的，穿一个迷你裙的啦，穿较薄的，就感冒啊。所以会写着这首诗，嘛是有一种家己的感触来写出来的。春天歹斗阵，念伊好，念伊笑。欢喜的时，温柔轻声甲咱叫，叫咱对伊跳舞，对伊去演唱。用伊烧落的情，画一幅上水的色水，开出美丽的花蕊。收起的时，配面歹声扫，毋是透风，就是落大雨。一个无注意，害阮伤风流鼻水。这首诗内底有一寡特别的台语文用字，所以咱继续邀请惠阳老师来为咱讲解。
伫春天内底吼，有连绵好、连绵笑，就是安那。我把春天当做一个，敢若袂说一个查囡仔，迄查囡仔若咧晒台咧起厝吼，咧发脾气的时候，跟你很好的时候笑眯眯，对不对吼？啊，的连绵吼，就一下子笑啊，一下子哭吼。啊，这个连绵就是吼有很快吼，咱那里华语讲诶，马上、立马。吼啊，及时、快速，吼啊，但是这个连绵，吼用力吼足奇怪，就是吼人会讲，这要用连绵，要用倒一个绵，吼较早迄时我袂晓用台语的时候，我就用迄个假绵的绵，吼就是连嘛，吼连无问题，就是连接的连，那边无问题，啊连绵。你要用倒一字，结果吼我查就是用边，吼就是咱迄个摕皮边，吼倒边是迄个革，吼皮革的革，吼啊就方便的便。吼啊！但是这里吼足奇怪，我咧连绵，我都捌听迄囡仔讲连皮，就是有 P 的那个音。结果我去甲查真正，迄就是地黄腔。啊，但是咱连绵吼，有的人会个讲吼，马上随时，吼，这个意思。但是随时马上，我拢感觉伊足华语的开口。我讲啊，你连绵就来哦，你随甲我过来，吼随，吼。所以讲，我下伫遮吼，我足爱用这个连绵。啊，内底还有一个烧热，吼，这个烧热吼就是烧吼，发烧的烧，吼，啊来热，吼，这个热络的络，它是火字旁哈，然后一个个别的个，吼，这个烧热，吼，咱你看落印，吼，咱较早迄个球形的时候，咱会用迄种迄铁啊，吼，安尼有迄个火炉的火，啊，对人的身躯共做一个烙印。吼，爱甲起落去，吼，伊个烧热，结果这个烧热是足水的事呢，因为伊这个烧热吼是有温暖、温和、温馨，吼，伊毋那是一个动词名词，伊个是有一个感觉，它是有感觉的一个词，所以咱来讲，吼，人看人的爱斗阵爱烧热，啊，你若讲吼热烈，吼热烈伊的。无迄个没有那个温暖，没有那个感觉，所以我一直拢足爱用烧热这个意思咧，甲囡仔讲，咱人爱有温和、温馨的感觉。好，啊，咱来用台语来讲，就是烧热上介水。春天歹斗阵，连绵好，连绵笑，欢喜的时，温柔轻声甲咱叫。叫咱对伊跳舞，对伊去演唱，用伊烧热的情，回一北上水的色水，开出美丽的花蕊。受气的时，屁面歹声扫，毋是透风，就是落大雨。一个无注意，害阮双方流鼻水。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刘慧阳老师写诗兼主题讲解，府城小花蕊的大姐婷意，也有小妹婷维吟诗，专门给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